最近婚林的土豆要收成啊，不过前一阵啊，土豆当咧大时煞做风台，本来一分地会当收800-900斤，即马煞干啊剩300斤，减收超过5成。就算今年土豆有较好价，不过农民的收入煞无增加。农民到田里准备收成，煞无啥土豆通收。农民表示，前一阵啊土豆当咧大时煞拄断风台，大部分拢生叶袂好。原本一分地会当收成800-900斤，即马煞干啊剩300斤，减收超过5成以上。今年若叫风拍落，啥拢无，拢袂成功啊！得土豆也无啦吼，即马扣起来拢200-300斤尔。过去咧？过去拢800-900斤的，都收无效啊，嘿啊，计销都收无啊。关中乡的土豆农表示，永过引产第2期土豆的价格每台斤大约30块左右。今年因为整体土豆失收，地数即马每台斤起到43块。就算有较好价，煞因为产量减真少，农民的收入也是无增加。正常是会这样一粒一粒就分开啊，就是那渣再慢慢挑啊，没办法啊，4成至5成啊，看个人啊，有的更严重，有的是加5-6成都有啊。婚林的土豆农表示，种土豆需要请工来收，等收成了后，搁要倒晒日头或者是烘打保存。不过今年的土豆收成歹，品质差真济，爱开的人力时间嘛变济，敢若会当希望卖了本，卖偌济算偌济。记者王伟雄，婚林报道。